傑瑩、何文傑。好，繼續翻嚟呢財資大道啊！呢一 part 翻嚟呢，要提一提大家啦。我哋 MBOTV 會現場直播可以聽到同埋睇到我哋嘅。我哋今日嘉賓呢，有利嘉閣研究部主管陳海潮嘅。Hello，David 你好。你好。係啦，咁 David 上到嚟呢，自不然呢，我哋要睇一睇呢，就係呢個市況嘅情況啦。特別呢，呢段時間呢，係即係11黃金週假期啦，咁好多嘅內地旅客都嚟咗香港呢邊嘅。咁想問下 David 啦，即係過去一個週末嘅市道方面，如果地產市道係咪靜咗一啲啊？喺新盤嚟計係靜咗少少嘅嚇，因為咁啱咧就冇乜話全新大型新盤推出啦，主要都係賣啲貨尾嘅咁所以市場度錄得大約係30宗嘅一手啦咁二手咧相對就好少少繼續維持喺雙位數啦咁我哋行咧都錄得嘅即係13宗左右啦咁個水平都係 keep 住有升大約2成度嘅頭先咧你提到咧即係新盤方面冇乜大盤開啦，咁其實咧過去呢啲假期咧都有啲發展商會有啲嘅部署啊，可能有啲優惠咧，就係希望咧推個銷情啦。咁但係呢段時間我哋見到咧，發展商個推盤步伐啦，我哋講推盤步伐咧，稍為即係立咗少少，慢咗少少啦。其實你哋睇個趨勢係點樣呢？咁其實之前啦，其實今年整年啊，由年頭到依家咧嘅推盤速度都係幾好嘅咁銷情都唔錯啦咁可能經過咗一輪。即係叫做上半年時間見到發展商都好積極㗎，當時推盤。咁啱啱即係可能中間有個位叫做稍微喘息一下啦。咁我相信嚟緊呢，仲會有好多嘅部署㗎啦。咁嚟緊呢，即係各區都有啲大項目咧，即係上晒樓書咁其實週4都有一個盤會開售㗎啦。你自己睇過我哋講個焦點會放喺邊度，或者個戰場方面會放喺邊度咧？咁其實都幾即係元朗又有啦咁啟德嗰啲咁港島南岸都有啲貨尾陸續都會推出嘅咁都其實都幾全面嘅，因為個市況係好轉咗咁多區咧，即係有啲即係中大型嘅新盤係有啲小型嘅單棟嘅物業都會陸續咁樣推出嚟嘅。咁成日講話息口都係置業嘅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啦。咁上個月聯儲局減0.25厘，咁香港跟咗就減0.125。咁其實跟得足唔足咧即係減息嗰個潮對於個置業嘅意欲嘅影響係點咧？影響有幾大咧？香港呢邊只係減咗0.125厘。實質影響就唔算好大嘅因為始終減0.125厘啦，個幅度就唔算高嘅。不過個象徵意義就大啦因為咧即係反映咗個息口咧係已經係叫做下行啦同埋咧最主要就係大家預期今年內仲有2次減息啦。咁一個係今年10月底啦另一個係12月10號左右啦咁大家都傾向都仍然有減息嘅。咁反映咗個減息週期亦都係重臨嘅。咁相信會刺激翻嗰個入市信心咯咁同埋我哋睇翻咧，如果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咧通常喺5-6厘嘅水平喺高位水平咧，樓價的確係立啲嘅。但係如果即係今日都有睇新聞啦，有啲預測即係話計埋出年年底可能減到去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減到去3厘的話咧，咁其實個樓市咧就個刺激作用就好大㗎啦如果你2厘幾3厘，咁個樓價咧，我哋睇翻啲歷史數據咧都係趨升嘅。你自己睇翻今年首9個月咧，其實嗰個樓價個走勢係點樣咧？或者個成交方面又係情況又係點咧？咁首9個月咧就非常之暢旺嘅咁如果一手私人住宅嚟計咧，咁按第三季咧，其實5530宗嘅咁個比例咧，按季咧就升咗5.6% 啦。咁二手方面咧，就雖然即係冇咁快啦反而係跌咗2.6% 啦但係咧，亦都係創咗5季以嚟嗰個最多嘅，亦都係2019年第3季以嚟嗰個25季超過6年嚟嗰個次高嘅。咁首9個月嚟計其實2手咧都係有所上升嘅而且個升幅都非常之唔錯嘅。咁就反映到咧，即係成個市場咧係即係叫做旺咗信心翻嚟個交投量咧係回升。你自己睇咧，今年由邊個時間開始可能係一個轉捩點咧，即係令到個市方面咧係活躍翻上嚟啦。特別係即係我記得年頭咧，大家估咧今年咧全年埋單計數都有機會個市會跌嘅。但係最近呢，其實大家估咧全年嗰個樓價走勢可能都係即係個單位數嘅升幅啦。你哋嘅預測又係點呢？咁全年嘅樓價咧，咁其實喺3月
嗰陣時咧參考翻差估署個樓價指數啦，係見咗底嘅。咁4至8月咧。其實咧都連續上升咗嘅，不過5月修訂咗之後咧就叫做持平。咁即係其實連續5個月都係持平或者上升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反映咗個樓價咧喺3月已經其實見咗底㗎啦。咁嚟緊咧第4季第3季仲有1個月差估署未公佈啦，我哋相信仲會再升多0.2%嘅。咁成個第3季咧。係有個錄得嘅升幅咧，基本上咧已經接近去到舊年年底嗰個水平啦，即係第3季嘅樓價已經會持平㗎啦。咁我哋估計第4季咧，即係其實有力保守啲估計啦，可能升2-3% 啦。如果樂觀啲，即係其他有啲良好因素結合埋啦，有機會升3-5%。換句話，即係講全年樓價，即係可能介乎升2-5% 左右。近日咧，我哋見到咧市場都有唔少嘅報道有講咧，就有短炒獲利嘅情況啦。呢個情況多唔多啦？亦都繼續，當然亦都有啲視像嘅個案出現啦。走勢點樣走呢？咁短炒獲利咧，咁就的確係個樓價回升咗。咁早前尤其是有啲新盤啦，舊年呢係以一個好發展商啦，以一個低價甚至低市價去推出嘅。咁依家樓價升咗，個成個市場預期都好咗啦。咁有啲而且有啲投資者入市啦，咁見到有個獲利水平咁沽翻出去，有啲就去到差唔多賺10幾20% 都有嘅。咁其實就唔係話好全面嘅一個情況嚟嘅。咁我哋見到啦，做咗啲統計數據，亦都反映到嘅嗰個蝕讓嗰個比率其實近幾個月都係反覆回落嘅情況嘅。喺9月份呢，我哋錄得就37.3% 啦。咁其實呢個係創咗6個月嗰個低位嚟㗎啦。咁你睇翻年初舊年年底咧，都挨近40%係要蝕讓嘅水平嘅，即係講緊二手私宅轉手嗰個情況嘅。但係個別有時候有啲報道有撻訂上唔到會咁呢啲普唔普遍個別例子咧？咁呢個的確存在一定嘅數量嘅，今年見到嘅數量亦都係多咗嘅。咁亦都係嗰個原因啦。因為早即係2-3年前咁個樓市相對咧都仍然係一個相對高峰啲嘅水平，係啦。咁發展商當時個價都仍然係即係叫做高啲嘅。咁到依家真係收樓上會啦，可能有啲業主失咗預算咁加上即係過去幾年經濟亦都一般啦咁無奈就迫於無奈要撻訂啦。咁但係當時嗰啲呼吸 plan 身份證 plan 就即係發展商幫你頂住先㗎嘛。到而家銀行要估價啦，係咪銀行即係比較謹慎咗即係唔係話咁容易批俾你咧？係啊，冇錯啊，因為你始終樓價累積都跌咗30%啦。咁如果銀行審批嗰度咧，就相對會嚴謹少少嘅。不過我估即係嚟緊嗰個樓市成個氣氛都轉細咗啦。即係再發展落去咧，即係你話呢啲撻訂嗰啲個案咧，相信會陸陸續續咁樣減少咯。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關注住啦。已經踏入10月份啦。咁其實估計市場焦點會放喺邊啲地方度咧？我哋施政報告公佈咗啦，對樓市着墨的確真係唔係好多，特別係即係可能係冇招數去，即係都唔係話真係有招數啦。之前都估話可能會唔會減嗰個印花稅，但係又冇做到咁啦。咁其實呢啲嘅因素其實踏入10月份之後，大家嘅焦點會放喺邊度呢？咁其中一點啦，即係今次嗰個施政報告比較矚目嘅就係嗰個5000萬個投資移民5000萬可以降到去3000萬啦。咁呢個其實對個市況都有啲幫助嘅。咁嗰個可以選擇嘅物業咧就係多咗啦。咁其實今個月可以開始從啲成交數字上可以留意下啦，即係3000萬嘅個4000萬5000萬嗰啲交投會唔會多咗啦？我相信會有少少幫助嘅。不過未必話非常之明顯啦。咁反而我哋睇翻就係個息口啦。息口就今個月底會再議息啦。咁12月又會再議一次啦。咁所以嚟緊嘅息口嗰個再減落去呢，都係一個市場個關注嗰個焦點啦。另外就係股市啦，股市我哋睇啦，即係上個禮拜5都再突
破呢個27,000點啦嚇，個財富效應係有喺度嘅嚇，咁即係嚟緊10月份啊，甚至成個第4季都可以繼續留意住呢樣嘢啦。另外就係個地緣政治個問題啦，中美嘅關係啦，咁特朗普佢個亞洲之行啦，有機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有個會晤啦嚇，咁希望有啲好消息帶動到出嚟，都會間接利好多個樓市嘅。咁睇到呢，即係股市方面財富效應啦，你自己睇翻呢，幾時能夠即係反映翻喺個樓市上面？而家有冇啲反應呢？咁財富效應咧，其實都出現咗一段時間㗎啦嚇。咁你睇翻嗰個港股嚟計啦嚇，咁其實今年個累積升幅咧就非常之犀利嘅。咁今年截至到即係上個禮拜五啦，都升咗係3成半嘅。咁如果你係世界主要股市嚟講咧，係數一數二嘅啊。咁就除咗韓股啦，韓股就升咗48%啦嚇。咁其實帶動個財富效應咧，其實都非常之明顯嘅嚇。咁我哋見到咧有啲即係高價嘅物業咧嚇，即係年初嗰陣時咧，即係賣緊啲中小型單位啦嚇。咁去到股市一路上升啦啊，有啲中型啊，即係1000萬以上啊嚇，2,000、3,000萬、3,000到5,000萬嗰啲交投咧，係佔比係明顯上升咗嘅。咁你話即係2、3千萬、3,000到5,000萬嗰啲咧佔比咧係之前係2點幾個 percent， 依家升到去超過4點幾個 percent 嘅咁其實都反映咗嗰個財富效應係陸陸續續係釋放咗出嚟啦咁包括一啲買家投資者喺股市獲利咗之後咧，就轉投入去一啲即係叫做中價或者高價少少嘅豪宅物業嘅。咁全面撤辣之後咧，樓市辣椒就冇干預個市場啦。咁市場其實都價格自己調整嘅，冇話冇咗辣椒飆上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就即係400萬樓下啲樓咧，就基本上差唔多等於叫免稅咁滯㗎啦交易。咁個交易嘅比例其實細價樓係咪佔咗二手樓成交嘅大部分呢？咁的確係嘅，年初嗰陣時咧係佔咗好大嗰個比例㗎不過我哋見到其實即係接近年中過去呢一季咧，咁其實又回落翻落嚟嘅喎咁即係頭先正如所講啦，個財富效應出咗嚟啦咁細價樓亦都消化咗一輪之後啦，咁發展商見到個市況回暖咗咁亦都有信心推翻一啲中價樓甚至豪宅出嚟嘅，咁所以見到過去一段時間豪宅嗰個買賣比例咧，亦都係明顯係上升咗嘅咁個比例上見到啦，即係之前可能得3-5個%慢慢都趨向升到去7個%8個%，甚至去10個%嗰個水平去進發㗎啦。你自己睇咧豪宅市場啦，同埋中小型住宅嚟緊嗰個樓價走勢，豪宅市場係咪可以睇高一線呢？豪宅市場就因為個財富效應啦，同埋嗰個即係買家方面嘅實力係強啲嘅，咁佢哋咧即係嘅觸覺亦都係會快少少嘅咁我哋見到過去一段時間咧個豪宅好多有啲即係甚至上億獨立屋嗰啲交投咧都有出現咗嘅一方面咧就趁個樓價仲未全面上升啦嗰個入市嗰個值博率即係嗰個性價比亦都高啦，咁所以見到豪宅嗰個升勢可能會帶動先樓價嗰個升幅亦都會行先跟住再反而慢慢去順延到去一啲中小住宅啦咁整體市況中小住宅始終都係嗰個mass market 啦咁我相信呢，即係全年嗰個整體嗰個樓價咁即係頭先都講過㗎啦咁保守啲估計咧就升2-3個%樂觀啲如果即係頭先講過有啲股市繼續旺市減息真係實現咁可以睇高少少就3-5個%咁即係喺施政報告前唱得好行，又話即係推動有啲政黨就要希望有個叫做購房通啦等到內地一啲專才高才或者係投資移民嘅人士咧要搬啲錢落嚟買豪宅咧就唔好咁多關卡即係
有時買樓睇中就你噶啦嘛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哇，我要用半年時間、1年時間先抬到啲錢落嚟喎，咁啊即係個樓人哋都唔肯同你簽約啦，係嘛？咁而家喺嗰個即係豪宅嘅市場係咪確實存在住即係有一啲內地嘅買家或者新來港嘅一啲專才高才想買都不得啊，即係有錢都買唔到咧，即係資金調撥落嚟香港有困難呢？咁係呢個的確有一個問題啦嚇，咁但係即係各方都有啲其他嘅渠道啦，可以落到嚟啦啊。咁當然如果即係港府可以同中央呢係達成咗嗰個購房資金通呢，就的確會係方便咗好多嘅。不過我相信又未必又咁快，因為涉及到中央嘅政策，中央亦都關注嗰啲資金點樣去控制啊、調配嘅問題啊。咁可能當中有好多細節需要傾談嘅，可能仲需要一啲時間去協商啊、磋商啊、醞釀啦嚇，咁希望遲啲會有真係有個好消息出嚟啦，咁啊令到香港嘅樓市亦都有個內地資金一個比較正式嘅渠道去參與，去令到香港嘅樓市即係可能有個更加平衡啊、健康嘅狀態咁樣。咁啊自命精明嘅香港人呢，就成日都去比較就係租樓好定係買樓好啦嚇。咁而家租金都係咁升嘅嚇，咁啊樓價呢又開始有啲二手樓都幾抵買㗎咯。咁究竟你嘅評估啦即係租好啊定買好咧嚇？咁依家嚟計好多因素要考慮。係啦，咁即係租咧，其實個租市係非常之旺嘅。我哋見到即係高才啊，之前暑假嗰啲留學生啊，留學香港嗰班啦，咁推升咗個租金咧，連升咗9個月啊！不過咧嗰個升幅就唔算話非常之大嘅，都係3.5% 左右啦，即係每個月陰啲溫和上升啦咁個租金回報率係吸引嘅。咁我哋睇翻 A 類嘅單位啦，咁都即係近呢幾個月啦，連續都4-5個月啦，去到3.6厘嘅，咁呢個講緊嘅水平咧，其實係過去即係2012年左右，過去13年嘅一個去翻嗰時嗰個高峰期嚟㗎啦。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咧，都係吸引嘅，咁但係咧，對於你話實際用家嚟講咧，咁即係個租金都係高企啦咁樓價相對係升幅係比較緩慢嘅，而且加上過去3年咧都累積跌咗近30%嘅，咁所以其實有能力計個數嘅用家自住嘅，咁其實依家都係不失為一個時間咧，係可以考慮咧，就係轉租為買嘅，趁個樓價仲未大升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好方法嚟嘅。未來嗰個供應量嘅情況係點呢？過往我哋講緊發展商都有好多庫存呢未賣，所以令到樓價就可能想大升都升唔到，因為主要供應比較多啦。你睇而家嘅情況又係點呢？咁嗰個即係累積嘅貨尾啦過去1年咁都陸陸續續減少咗啦。咁我哋見到即係首3季佢一手嗰個買賣個宗數咧都破咗15,000宗㗎啦。咁其實呢個咧就係幾好嘅一個數字嚟嘅，因為舊年你睇翻個註冊登記量咧都係16,000幾宗啦。咁今年有機會即係比較樂觀啲去睇啦，挨近2萬宗個水平都有喺度嘅，咁反映咗咧，即係其實個貨尾陸陸續續都消化咗，咁發展商亦都即係個信心大咗啦，即係慢慢再推盤啦。總之入市咧，因應翻自己嘅情況，好好考慮下。今日咧多謝晒咧利嘉閣研究部嘅主管陳海潮，亦都祝你咧中秋節快樂嚇！大家中秋快樂。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